赶快睡觉吧，妾等了你好久了。笑什么？没什么，娘娘您继续。你这样太不正经了吧？嗯，你应该这样，看着啊。这样的眼光去看这个世界，这个世界还是很美好的。打血。行了行了行了，今天就到这儿吧。我说的你都记住了吗？借回去再好好想想。这做女人真的好难哦。不过大王，您怎么这么会做女人啊？因为我会分身术。好了，回去吧。累死了！累死了！霓裳那人自私又无脑，你何必花这么多心思在他身上？还不是为了让我过得好一点？他脑袋拎不清，最后受苦的还不是我的身体。你等着吧，等我把他训练出来，你肯定会喜欢他的。才怪！当初要不是因为他，我能那么倒霉遇见你？能那么倒霉从大王变成宫女，能沦落到谁都能踩两脚的地步？我看见他我就生气，你还老让他来晃。你不会闭上眼睛啊？嘿，我发现你现在当大王当上瘾了，是不是啊？你能不能摆清自己的位置啊？好啊，小的错了，小的错了，这样行吗？不过话说回来，你作为一个女人都活得这么糙，哪来的信心去教别人？这就是自信啊！你不觉得我伺候你伺候得很舒服吗？那倒是。这怎么回事啊？我肚子好痛，像坠了块石头一样。喂，你这身子是不是要挂了？不要大惊小怪，不过就是我的鬼水来了而已嘛。我去给你拿点东西啊。这都什么事儿？喂，你快点啊！来，坐。这个呀，拿去让宫女教你怎么用。不要着凉，不要喝凉水，不然有你受的。这个小贱人，又背着本宫对大王勾勾搭搭的，不行，本宫要想个办法除掉他。我走了。这每个月都要流血，会不会死啊？哎呀，肚子也疼，腰也疼，头也疼，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还有这草木灰，我一个大男人，真是羞耻。小月，你怎么来了？大王吩咐我要好好照顾你。喏，这是大王要我给你准备的姜汤和汤婆子。来，先把汤给喝了。再把汤婆子给抱着。大王说了，千万别着凉。小喜你可真幸运，
得了大王的垂青，离青云直上不远了吧？他有那么好心？切，依我看，只不过是想让我照顾他的身体罢了。嗯，怎么了？你说什么？哦，替我好好谢谢大王的恩典。嗯，那你先好好休息吧。这几日我都在隆德殿，有什么需要你就尽管告诉我。谢谢你，小玉。你是谁啊？奴婢是在先祖殿侍奉的，大王说找你有要事。这个出尔反尔的家伙，刚刚才说让我好好休息，现在又让我速去先祖殿，骗子，坏心肠。奴婢见过娘娘。来人，把这个狗奴才给我抓起来！你说，你这么漂亮的小脸蛋儿，要是被毁了，该多可惜呀！哼，要是被毁了，啊！咻咻咻咻咻！你敢？你就不怕我告诉大王吗？你去啊！你是觉得你今天还能从这儿出去吗？嗯，娘娘，其实您误会了，奴婢并不喜欢男人。嗯，大王也是知道的，所以才会让奴婢伺候。大王说了，怕您吃味。之前奴婢跟大王的互动，也都是大王示意的，说要看看娘娘对大王到底有多少真心。此话当真啊？此话当真？千真万确。把他放开。那你能告诉我，大王还跟你说了什么呀？大王说，你又蠢，又笨，又自私，教你根本就是白费功夫。你骗我！你来人，把这个狗奴才给我抓起来！死奴才，你给我等着！本宫今天就去找大王评理去，你今天死定了！哼！霓裳娘娘，您这是怎么了？哟，还有达喜，你不是告假了吗？大王，您这位侍女不仅口出狂言，还出手打了妾，那么多人都听到，都看到了。这一次，您一定要为妾做主哦。大喜，不让你好好休息吗？乱跑什么？我也想好好休息啊！若不是有人假传大王的旨谕，我有病啊，跑到先祖殿去。霓裳，怎么回事？妾就是想问问达喜，大王您的喜好，没想到他口出狂言，还动手打人。那也是你想毁我容在先。若不是我机智，现在这张脸早就不能看了。霓裳，你还想毁别人容？你在寡人心里一直是非常善良贤惠的呀。寡人对你非常失望，你现在就走，寡人不想看见你。大王，您别生气，妾只是……真假？大王，您别生气，我就是开个玩笑。哎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儿，你的脸完好无损。
那就好。霓裳那个人啊，我真没想到他是这样的。你等着，我帮你找人看好他。你算了吧，我可不敢再相信你了。再说我已经有人选了，你就不要再操心了。有人选了？谁呀？就不告诉你，急死你小气鬼！苏大娘，你也看到了，我家母对您找来的姑娘都百般挑剔。您看，哎，我老太婆做媒这么多年，你放心，没有我办不成的。就是我把整个镐京翻一个遍，也会给你找到满意的姑娘。那就麻烦你了。哎，那我就先回了啊。好。闪开！快停下！姑娘没事吧？少侠好身手，谢姑娘夸奖。少侠今年多大？家里可有妻室？我今年刚20，尚未成亲。好，就决定是你了。啊？宗基，你没事吧？宗基，本宫是当今大王的姐姐无双宗基。前不久有高人说我今日会遇到有缘人，看来他所言非虚。既然你年龄合适，家里也并无妻室，那本宗基就委屈一下，嫁与你为妻，如何？这婚姻大事，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我一个人也做不了主。再说了，家母是一个挑剔的人，宗基可否劳驾，与家母一叙？娘，刚才忘了跟您介绍了，这位是无双宗基，方才在街上遇到的，特地来家里看看。宗基呀，宗基好，宗基好。你家也太小太破了吧！我堂堂宗基怎么能在这儿成亲生活呢？传出去，我的脸往哪搁啊？对了，那个谁，你哦，在下邵雍。啊，对，邵雍。本宗基限你7日之内将这栋房子重新翻修扩大，否则7日，是不是有点太赶了？7日就7日，应该可以的。你看这个行不行？邵大人，打扰了。我们知道你时间赶，工程重，但是这家中老人实在是受不住了呀。能不能晚上别这么瞧来瞧去的？实在抱歉，不好意思。大胆！这就是你跟本宗基的人说话的态度吗？我告诉你，惹恼了本宗基，别说不让你休息了，就算把你撵走，本宗基也毫不客气。是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看什么看啊？还不干活？那边，别偷懒！在那。喂，干嘛来这儿啊？人来人往的，又脏又乱。宗基，是我有几个朋友想见你，只不过他们都是平民百姓，消费能力有限，就多担待了。啊，请。宗基好。这吵死了，没有包房吗？实在不好意思，宗基，这间酒楼的包房有限，我们没有订到。没事没事。所以你们是临时找的本宗基了？这不是，其实。邵雍，我们走。哎，不是。你不走吗？这，你不走，我走。哎，宗基，实在不好意思，宗基今天心情有点不好，你们别在意啊。改天我再请你们喝酒，请告退。为什么不是那艘画舫啊？这么小的船，本宗基觉得十分气闷。宗基，那艘画舫已经被人订过了，所以订了？你没说是本宗基要的吗？游湖而已，大船小船都一样嘛。怎
怎么一样啊？这要是被本宗基的朋友看到，岂不被笑话死？真是没用。这不是无双宗基吗？是你们？这位公子面生得很，宗基，你不介绍一下？啊，在下邵雍，是宫中的。啊，这是本宗基的准骏马，是本宗基远房叔父的公子。宗基，你记错了吧？在下并不是你什么远房叔父的儿子，在下是宫中的侍卫长邵雍。宗基，在下身份低微，不配与您前行，告辞。原来你在这儿啊！难怪本宗基都找不到你。怎么入宫也不通报一声？宗基身份高贵，在下高攀不起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我的意思，我做不了宗基的有缘人，婚事也就此作罢。以后我和宗基就桥归桥，路归路，互不相欠。你居然敢！你就不怕本宗基告诉大王，说你轻薄我、玩弄我吗？宗基自便。邵雍大人，参见大王。皇帝，你来的正好。这个人欺骗我感情，你帮我把他抓起来处死。哎呀，你那么霸道无理，你不欺负别人就不错了，别人怎么欺负你啊？你怎么帮他不帮我啊？我才是你亲人啊！寡人这是帮理不帮亲。多谢大王。邵雍大人，听说你成亲了，你跟你媳妇怎么样啊？你怎么不抽时间多陪陪她？微臣身份低微，怎会有姑娘愿意嫁？太好了！大王，臣斗胆，臣不好南方，枉费了大王的一番心意。臣只希望大王可以放过臣，要不然臣只有一死。哎，别！寡人只是非常欣赏你。方才是寡人太高兴了，太高兴了。我这不是觉得你成了亲以后，你的心思肯定都在家庭，就不会再王宫了嘛，对不对？你放心，我不会再为难你了，不会。多谢大王。太好了！发生什么事这么开心？你知道吗？邵雍没成亲，他没成亲。哎，你帮我个忙吧，你帮我追邵雍好不好？我可喜欢他了，我进宫就是为了他。可是我现在是男儿身，他一看见我就抵触。可是你可以呀，你帮帮我好不好？你让我帮你追个侍卫，你没毛病吧你？侍卫怎么了？我也是个宫女啊。嘿，你帮我好不好？好不好？不好。不是，我之前帮了你那么多忙，你就帮我这一次。我又没逼你，都是你自愿的。再说，我就是不帮你追邵雍，怎么样？你帮不帮？不帮。你帮不帮？不帮。好。好。好。哎呀，你好辛苦啊！我来帮你吧。哎呀，是挺脏的啊。你看，哎，你想干什么？铺床？哎，来，我帮你。哎，好了，你看，好了，好了，好了。你还想干什么？我来，你看。你到底想干嘛？我想你了。你饿不饿？我去给你弄点吃的来。来，走，等我啊，马上就好。
好吃吗？还想吃吗？不要。你，大王，我上次说错话了。你说，我这么大一个人，能碰到一个真心喜欢的人，也真的是不容易，对不对？你就帮帮我嘛，好不好？不好。为什么？我都这么求你了，你还想怎么样？为什么？就是不想帮你。你要不想帮我，你就别吃了。哦，好。你，哎呀，吃进去没办法吐出来。要不你去茅房等一会儿？申家，大王有何吩咐？吃了它。快！好吃吗？吃完它。拿走，快！白眼狼，没良心，不许偷吃！不要吃啊，吃了会拉肚子的。哼！因为我喜欢你啊，又怎么会帮你追别的男人？你到底懂不懂啊？想让我帮你追邵雍是绝对不可能的。臭邵雍，等太后下旨赐婚，本宗姬就不信你敢抗旨。少雍大人，我喜欢你。我喜欢这种氛围。我也是。你真美。你真帅。既然气氛这么好，是不是我们出去逛逛吧？出去逛逛。啊，好啊。走。你算不算男人？让你背个90斤的女人你都背不动。不要哭，就是要哭。要你有朋友。你再哭，我就把你扔下来。不哭了。